聖經記着說，聖經記着說7日的第1日清早，出太陽的時候，他們來到墳墓那裡，彼此說，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？那石頭原來很大，他們抬頭一看，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。他們進了墳墓，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，穿着白袍，就甚驚恐。那少年人對他們說，不要驚恐，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，他已經復活了，不在這裡，請看安放他的地方。7日的第1日清早，出太陽的時候，他們來到墳墓那裡，彼此說，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？那石頭原來很大，他們抬頭一看，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。他們進了墳墓，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，穿住白袍，就甚驚恐。那少年人對他們說，不要驚恐，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，他已經復活了，不在這裡，請看安放他的地方。馬可福音16章2到6節，馬可福音16章2到6節。